每10年一屆嘅傳統活動錦田鄉酬恩建醮喺2025年12月舉辦，由12月13號到19號，總共有7日，喺周王義公書院外面舉行，位置鄰近旁邊嘅水頭村。為歷史悠久嘅傳統活動搭建大型竹棚，進行祭祀及祈福儀式。好多市民同埋遊客紛紛過嚟打卡，觀賞儀式同埋大型嘅竹棚手工技藝。沿途會經過好多個村落，插上佢哋村名嘅旗幟，以慶賀呢一次錦田10年一度嘅建醮。今年錯過咗嘅話，就要等多10年之後，即係2030年先至可以再睇到。講起錦田鄉酬恩建醮嘅歷史，佢係香港歷史最悠久嘅太平清醮。據說喺清朝期間，清朝為咗打擊反清勢力，清政府遂實施遷界令，勒令要求沿海居民向內遷徙，斷絕沿海百姓嘅接濟。唔少村民因而流離失所。後來清朝兩港總督周有德同埋黃來人嚟協助，多次向朝廷上訴，沿海居民最終得以復界同埋返鄉生活。為咗報答恩德，錦田鄉民喺1684年興建周王義公書院教育子弟，由1685年起每10年舉行一次酬恩祭典，以答謝先賢，超度遷界喪生嘅亡魂同埋祈福保佑境內居民勿忘歷史。至今已經踏入第34屆，數起嚟已經有340年歷史啦。依家我哋入去一個特色重點嘅大型竹棚，竹棚主要由竹撐建構梁同埋框架，外圍覆蓋住嘅新鐵片係用嚟遮陰擋雨。咩年紀層都有喎，獲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。今屆2025年嘅錦田鄉酬恩建醮佔地41,951平方尺，樓高約5層，由17位師傅經過2個月，用上3萬支竹建成，獲得健力士世界紀錄，認證為全球最大臨時構築祭壇。冇喎。其實呢度分咗幾個竹棚建築群，一個主要供氣棚同埋展覽用，有幾個室外面積比較細小嘅展覽館，而另一個主要係供村民用嘅趙旗素筵席食堂。呢度係食食宴嘅喺度，都幾大嘅點都。棚入邊嘅展覽鋪位有唔同嘅內容，有舞獅頭展覽，展出歷史文物如打醮合約、進士匾、行香香爐。展覽介紹酬恩建醮醮務同埋非遺項目，包括戲棚搭建技藝、昔日嘅男女旗袍、昔日嘅歷史活動嘅圖片同埋資訊等等。棚外嘅佈局有素食士多，主要係賣狗仔粉、炸饅頭。
糖水粟米，都有唔同嘅圍村如水尾村一百廿蚊咯。嘅同人誌意嘅祭壇或者彩盤，有大士王嘅祭盤，冇喎，我真係有，你都唔上。以及其他傳統文化展覽嘅攤位。而呢次活動形式有大肆巡遊、祈福儀式、粵劇大戲、行香、龍獅表演、香農齋宴，好多嘅民族活動、神聖嘅活動都用上醮字。而其實醮呢，主要意思就係祭祀神明、祈福擋災嘅宗教儀式。喺道教入邊，特別指設壇作法嘅大型法會，如建醮、打醮等。佢嘅核心含義係同祭祀、祈禱、慶典有關。醮係同神靈溝通，有祈福消災嘅隆重儀式。場地有一個名為幽山嘅展覽區，好多人專程嚟睇呢一個。裏面嘅模型人物展品做得好細緻，而且情景亦都描畫得好逼真。講述人喺離世之後進入陰間嘅過程情景，包括我哋成日聽到嘅18層地獄。面對喺陰間生死判官嘅閻王爺嘅審判，最頂層放置最大嘅官王神像，總共有10個，由第一殿去到第10殿，名為十王殿，代表喺陰間會有10個官會審問，包括記錄一個人喺生前嘅壞事同埋好事嘅功德。大家可以睇到最低一層為陽間，背景有藍天白雲。擺放嘅模型人物描述好多百姓喺陽間嘅平淡生活，睇到佢哋呢好快樂，有屋有田有小橋流水，大家樂也融融。當然呢，陽間都有做壞事嘅人，例如奸淫擄掠、貪婪、醜惡嘅人性等。而中間一層為地獄層，有牛頭馬面。大家可以想像喺陰間審判時嘅慘痛情景，個個模型人物呢血跡斑斑，當中呢亦都有啲人物呢模型係會喐嘅，例如斬首、有開肚等嘅恐怖情景，警告呢人喺世界上呢唔好做壞事。幽山展覽喺下晝或者夜晚呢嘅時段呢特別大排長龍。仲有其他掛畫啊、書法。橫人同埋刺手工藝嘅展覽，係有好多唔同嘅村名喎。13個喺度。呢一度呢有男女嘅旗袍，俾大家着住嚟打卡啊、影相。有玩意之餘呢，仲可以認識到旗袍嘅文化啊！呢個係一幅錦田鄉酬恩宴席嘅立體繪圖。
就打字嘅服飾喺度。設置臨時木橋方便村民出入觀看。覺得好有 feel 咩？係咯。下邊即係隔咗條河。木橋呢對面有小巴站，俾大家離開嘅一個交通選擇。跟住嘅環節就睇下法師喺沿途做法事啦。嗌返嗰啲人。橫行，累得我東奔西跑。原來你這個溫秀才，明明借差立福，真開心，真開心呀！化大士王之前，有好多嘅工作人員呢，正喺度準備拆卸優山展覽嘅紙紮模型。按照傳統嘅習俗，當大士王喺村入邊巡遊嗰陣，女士只可以遙望，唔可以接觸或者走近。嚟到大家最期待、最重要嘅環節，就化大士王，寓意就係帶走冤魂，將唔好嘅事物帶走，保佑村民平安。
大家當時冇參觀足壇，亦都唔使太擔心。籌辦單位呢會喺1月17號到23號會舉辦美食嘉年華同埋酬恩演戲嘅粵劇演出。到時候竹棚改變為戲棚佈局之後，大家就能夠再次到訪啦。